移晒位啦，已經直情歪到咧喺個皮膚度突出嚟啊！直情一個角仔咁樣啊，睇到嘅，睇到咯，係。現年52歲女星李樂詩，當年憑借演唱處境劇《真情》主題曲而成名，順利發展個人音樂事業。不過2021年佢不幸確診乳癌，但好彩病情屬於早期，癌細胞未擴散。醫生檢查發現佢嘅乳房內有多個結節，雖然抽取之後已經所剩無幾，但經過綜合評估之後，醫生認為惡化嘅風險相當高，建議佢切除兩邊乳房。最終李樂詩選擇接受手術，術後佢先後4度進行乳房重建，但不幸嘅係4次重建都失敗。佢透露手術植入擴張器為後續修復做準備，但放入植入物之後冇耐就移位到腋下，仲伴隨住發炎，又瘀又痛。每次手術長達8個鐘，反覆失敗又再植入，令到佢受盡折磨，痛苦不堪。最終佢決定放棄乳房重建。經歷生死考驗之後，如今嘅佢坦然面對身體變化，已經接納自身嘅唔完美，就算平胸亦都美麗。而佢亦都堅信丈夫唔會因為身體嘅改變離開自己。目前佢都仲需要定時食藥，防止癌細胞擴散，避免病情復發，希望早日康復。